国军的乌口营区24要对外开放，有2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甲伊画刷鱼喙，看起来真有创意。不过，随后传出讲，这高战士真无欢喜，真不满，下令就要改倒转来。陆军航特部表示讲，这采话无符合作战需求，取消展示。不过，有一位认为讲，这军方的反应上过头啊。也有专家是认为讲，这国军安尼死做是白卡白手，若真较有创意者，颠倒是一个招袂好机会。飞轮机头前画蓝色的目睭，刷鱼喙，机身画虎斑，外形是真显目。这是咱国陆军航特指挥部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有风声讲配合24乌口营区开放活动，特别采画2架阿帕奇，是头一届有陆军的飞轮机用创意采画公开展示，互人是真期待。不过传出引起国军高层的不满，下令都要撤掉。陆军航特部证实，采画飞轮机伫战场稳重甲贵重的效果，无符合作战实际需求，所以取消展示。经过干部共同的审视以及研讨，并没有达到破坏轮廓与战场隐蔽伪装的效果，不符合作战的时需，所以取消了成产的规划。我们觉得实在不需要矫枉过正，把原来已经彩绘的再把它涂回原来的宿舍。这个采画阿帕奇无缘伫百姓面头前公开，协助设计骗市民伫人面吹讲，国军这支外口贼会影响飞轮机的功能。不过，伊是照用原厂提供的黑色、青色、甲白色的油漆去调配，完全袂影响作战的功能，嘛怨叹国军是自我限制。像这一类的彩绘机，它在彩绘的时候，其实也注重到这个低湿度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另外，其实像这样一个飞机，它有对于提升它军方自己空地勤人员的士气是有非常正面的这个注意。其实国军采画飞轮机应该都有先例，包括 F-16、建国号拢捌采画做飞虎队 ，F-51嘛捌以虎斑采画方式出现。专家表示，采画飞轮机伫外国已经真久啊。美国航空国民兵也个捌使采画飞轮机投入北约的操演。那每一州的航空国民兵它都有1架战机，全部机身就全部彩绘哦。那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这些北约国家见证到说美国战力的强大嘛。会有很多的中小朋友去参观透过这个直升机的动态操演呢，如果说施以彩绘的话，会让这些小朋友留下一个深刻印象。专家认为讲，采画飞轮机本来会当加做全面国防教育真优秀的范本，来提高陆军的士气，谁人加入，达成双赢。不过，却因为陆军的观念真保守，甲海军、空军袂比止，互国军甲民众究竟距离的机会全咧了去。记者综合报道。